陈涛入狱，我很自责，但我能做的也只有经常去看看刘科还有孩子。刘科让我放心，责任会让男孩成长为男人。因为管教对他说，陈涛说自己有了孩子，才明白自己之前装古惑仔是多么幼稚和可笑。转眼到了2018年，小桃子已经周岁了。刘科，你最近老是请假，老师们都有意见了，而且你对孩子们的脾气也没那么好了，家长们也有意见。那我去跟他们道个歉吧。小柯，你还没有听明白我的意思吗？你如果主动辞职，比我们开除你，听起来要好听很多。好，我明白了。这1年来，院长您对我的照顾也已经够多了，谢谢。这样吧，小柯，今天你就先别上班了，先回家去吧。谢谢。现在大城市的年轻人都太累了，所以青年公寓不仅满足了低房价，还能建立新的社交圈。这个趋势呢，肯定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前期计划推广还不清楚，所以得节约成本。聪明、谨慎的财务计划能走得更远。想让马儿跑又不吃草，姐真有你的。越来越贫嘴了。嗨，然然，小凯，冰姐。经过公司前期的磨合，已逐渐进入正轨。恰逢政府推出针对中小型企业的双创活动，搭建展、论、宣、赛、训的一体化平台。借助这个平台，公司发展得很快。不过公司大了之后，新的问题也随之出现了。说吧，我们刚跟人家达成协议，你在这个时间点跳槽，你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你们的协议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还有脸说这话？要不是公司培养你，要不是林依晨和我，你能有今天？难道我没有为公司挣钱吗？又不是千麦生气。闭嘴吧，邓叔，这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你还是林总亲自招的人，转眼就吃里扒外了。我们是合作关系，好吧？林总，林总，当初珊珊姐要走，你可是答应的，怎么，这是要反悔呀？当然不会，你们走吧。但是珊珊，真的不再好好考虑考虑？考虑好了，林总，不好意思。好，我还有件事儿就不送你们了，二位慢走。告辞。多工作吧。销量怎么办？就这么放走了？人人如果都学他，公司怎么办？我还怎么管这些主播啊？说话呀！我上个月就提醒过你，珊珊野心很大，你当耳旁风。再不说话，我骂人了啊！听见了。然后呢？然后我会尽快把这件事情解决好的。所以你是选择相信我，还是选择接着骂我？我选择接着骂你。然然，给你个小礼物。谢谢啊，我很喜欢。不客气。然然，最近咱们有空一起出去玩一玩呗？你觉得泰国怎么样？小凯，我最近跟冰姐筹备青年公寓的事儿，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。然然，我觉得你就只用忙我们担保公司的事儿，冰姐那边的事儿你就先放一放呗。
为了这点钱，你没什么必要吗？小凯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说过，我要有自己的时间和自己的工作。我不是这个意思啊，我完全没有干涉你的意思。我就是想说，不要因为这点事儿耽误我们俩的时间吧。咱俩不是天天在见面吗？而且最近你来接我的话，你可以提前给我发微信告诉我一声。我在这跟冰姐聊事情，你一下子就进来了。我今天晚上有个商务会谈，不能陪你去生日宴。我就直接过来找你，这也不行啊。好啦，我错了行吗？我下次一定在车里乖乖等你，好不好？那你记住了。嗯。叔叔好。小林，快进来。刘克，成哥来了。小林啊，你们先聊着，我去厨房帮帮你阿姨啊。走了。小桃子，想我了没有啊？干爸来看你了。你说干爸1周岁了是吧？越长越漂亮了。哎，对了，这个是干爸送你的，这个呢是大宇阿姨送你的，干爸，这个是你小修叔叔送你的，来拿着。拿着吧，拿着，拿着。哎呀，宝贝真哎呀，听话，真乖。哎呦，真棒！小桃子，小桃子，真棒！哎，好了好了，叔叔阿姨，这段时间你们都辛苦了，我敬你们一杯。好，来。小林啊，我们做这些都是应该的。你这个当干爸的挺好，只是啊，小桃子她亲爸，哎，遇人不淑，孩子受罪啊！吃饭吧，行不行？我说2句又怎么了？我有错吗？你有完没完呀？每次我朋友来，你都要说，来一个你抱怨一个，来一个你抱怨一个，你难道不觉得你自己太过分了吗？我过分？我过分还是你过分啊？我跟你爸把你养活到这么大，你却好跑到重庆来，你不过分吗？孩子生下来了你才告诉我们，现在倒好，连工作都没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早就有你们园长电话。你们园长早就说过了，像你们这种情况就适合跟我们回东北，跟我们回家。我跟你爸这1年多了，往返多少次了？几千公里。现在怎么样？我是被辞退了。我就说园长怎么说以家庭为重，原来你早就去招风了呀。结婚、生孩子都是我自愿的，我从来都没有后悔过。但是我后悔了，我后悔我不该把你生出来。那个叔叔阿姨，工作没有了可以再换嘛，对吧？吃饭吃饭吃饭。对啊对啊，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。叔叔阿姨，这段时间呢，你们确实也辛苦，我也非常理解你们，大家都消消气嘛。叔叔阿姨，今天是小桃子的周岁，工作的事情放一边嘛，对吧？先。那这样吧，我给大家拍个合照吧。好呀好呀，阿姨来这边，来坐这中间。来，叔叔这边。可，还乖。来，来啊，多高兴点，笑一个。小桃子，往前面看啊，来笑一笑，来，看这儿啊，笑一笑啊。
3、2、1，茄子。小克，以后你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帮忙，就随时跟我说。哎，要不然这样，你来我公司上班吧，做什么都行。我还是找其他幼儿园做回本职工作吧。也行，你要是不顺利的话，你再跟我说嘛。有你跟然然，工作的事儿我肯定不会愁的。行了，你赶紧回去吧，别送我了，我走了。拜拜。拜拜。注意安全啊。可，你找幼儿园的工作我是同意的，但是也不要找那种待遇太差的，别委屈了自己。你就放心吧，别操我的心了。自从涛哥进去以后呀，我就明白了，我必须要坚强，因为我已经是妈妈了。为母则刚嘛。以前涛哥是我的山，现在我必须要成为小桃子的山。那就好，我就放心了。哎，对了，刚刚林依晨在，我没好问你，李文凯为什么没来啊？啊，他今天有公事，所以就没来。然然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们俩怎么了？他对我挺好的，只是生活上有一些小摩擦，但这也很正常。对你好就行。时间也不早了，我就先回去了。我送你。可，我先走了，你照顾好自己跟桃子。拜拜，拜拜。喂。然然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我马上就回来，刚从他家出来。那你还要多久啊？马上就回来了，拜拜。然然，我知道今天是小桃子生日宴，可是我今天晚上有应酬，我去不了。没事儿的，我不都跟你说了吗？以工作为重。那你别生气哦。我没有生气啊，你不用跟我道歉的。毕竟是你最好闺蜜女儿的生日宴嘛。哎呀，小桃子的周岁也不是多大点事儿。再说了，我不是去了吗？小桃子现在长啥样？给我看看呗。好，给你看啊。看小桃子是不是很可爱？你看，这笑得多开心呢。珊珊一个人的流量，就可以顶得过其他主播流量的总和。她这一走，一下子就丢了半壁江山，公司马上陷入困境。是谁让你这么决定的？是啊，小莲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，留不住，就这么简单。你难道没跟他签竞业协议吗？签了。签了，签了，他还敢走？毁约嘛，无非就是几十万。他已经表明态度了，我也表明态度，不会起诉他。哼，你倒是挺大方的。那几十万难道就不是钱吗？陆总，这几十万您敢要吗？现在网友呢都是情绪化的。这人啊是你招的，你执意要培养他，你毕竟有失察之责。当然，我不逃避问题。这件事情我一定会尽快解决。2瓶啤酒。这个是下面大哥送的。谢谢。谢谢大哥。你
儿，你们去找他了？对，他已经签字了。女儿，听爸的话，把字签了。我们可没逼他啊。我们真没逼他。这还有他给你的信，你自己看。哎，这，哎呀，女儿，你这，我说了多少回了，我不会离婚的。陈涛是我的男人，他在这儿，我是不会走的。对，他在牢里呢，那也是重庆的牢。他在重庆，我就在重庆，我们的家就在重庆。刘珂呀，爸爸妈妈把你养这么大，我们是诚心想害你的吗？啊！我们不能再看着你这辈子耽误在那个小混混身上，我们也不能看着你被这劳改犯给耽误一辈子呀！对呀，我的宝贝女儿啊，你现在也没工作了，还留着干嘛呀？别太犟了啊！没有工作我可以再找。刘珂，你这个没用的东西！我跟你爸辛辛苦苦把你拉扯这么大，你对得起我们吗？妈，爸，辛苦你们了，以后不会再辛苦你们了。从前你们说陈涛，我忍了；说我也忍了。但我的事儿，我想我自己做主。就算是要离婚，我也要我自己去。请你们明天回东北吧。这。对不起。叔叔阿姨，这都是一家人，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啊？什么都别说了，我们就当没有这个孩子。好了好了，不说了。叔叔阿姨，你们放心，我给小柯呢请了一个保姆，那人很靠谱，也很细心，以后小柯的生活我照顾着。那就拜托你了，冉冉，谢谢啊。叔叔阿姨，路上注意安全啊。好嘞。来。
李文凯，你干嘛呢？查我手机呢？然然，我错了。我其实就是担心你。担心我什么？我想看看你最近在忙什么，看我能不能帮上忙。所以你就查我的手机是吗？我是觉得手机真的没那么重要，我手机你也可以随时看的。所以你觉得这是对等的关系，你就有资格查我的手机？我觉得手机的事儿没那么敏感。李文凯，这不是敏感的问题，这是最起码的尊重。我尊重你，尊重你的生活，尊重你的工作，同样你也应该尊重我。之前你干预我的工作，我也就忍了，现在你还干预我的生活，你都多大了，不知道每个人都有独立的空间吗？然然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你原谅我这次好吗？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，我真的错了。陈涛，你字写的挺好看的呀。我字不是一直都写的挺好看的吗？我爸妈已经走了，被我逼走的。我做的决定和他们没关系。离婚协议书我已经撕了，我再写一份。我爸妈一逼你就怂了是吗？啊？我说了，我做的决定和他们没关系。陈涛，你就是个怂包！你这个样子，你有担当吗？有吗？有担当吗？我问你话呢。你逼我没用。什么意思？没。那我先走了。周姐辛苦了。
这一个月得多少钱呀？没有多少钱的，这件事儿你别管了，我可是小桃子的干妈。不过呢，周姐每周要休息1次，那一天的话就要辛苦你了。谢谢你啊。你跟我说谢那就太客气了啊。哎，我今天去见陈涛了，然后呢？把他给骂了一顿。巧了，我把李文凯给骂了一顿。他怎么了？他偷看我手机。啊，这是不是有点过分？没事，反正我把他说了一顿了。你想把周瑜招进来？没错，他有天赋，有才华，而且之前也当过明星，有粉丝基础。他算哪门子明星啊？之前也不算太火，你现在扔大街上都没人认识他。新雅，你听我跟你说。而且他名声还是臭的。林一成，你要抓重点，重点不是你要招一个过气明星，重点是他是周瑜。我做过他经纪人，他什么样我最清楚。但我觉得他已经变了。下面这首忘情水送给我最敬爱的大哥。实际上呢，我不是和你商量要不要他加入，我之前见过他，也邀请过他，他拒绝了我。他是害怕和你身份的调换，所以这件事情我需要你帮我。喂，你好。你好，我们看了你的简历，觉得这个岗位还挺适合你的。啊，今天有空来面试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过去的。哎，好嘞，我们公司在成都，你今天能赶到吗？成都啊，啊，可以，没问题的。那我们晚点联系吧。哎，好嘞。谢谢。哎，好，挂了啊。你在啊？我来看小桃子的。哥去面试了，周姐今天请假，所以我过来照顾小桃子。叔叔阿姨呢？叔叔阿姨回东北去了。哦。你要一直站在这儿吗？啊。小桃子，想不想我？想不想干爸？想不想我？你干嘛呢？这什么呀？这什么呀？小桃子，哎，这是什么？球是不是？哎，球去哪儿了？再见不了。哎，没了。你看没有？没了，去哪儿了？哎，在这儿呢。哎，在这儿。没了。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好。走啦，小桃子，拜拜。拜拜。跟干爸，拜拜，快点。真乖。哎呀，真乖，我们继续玩好不好？来。进球啦！真棒！米饭。哎，你们都饿了吧？那我去买菜做饭啊。林一成，他去哪啦？球在哪儿？来吧，丢球。哎呦，想妈妈是不是啊？妈妈马上就回来了，乖啊。哎呀，哦，马上，小桃子妈妈马上就回来啊，乖，乖啊，马上就回来了啊。新雅，啦啦啦啦啦，噔噔噔，看，啦啦啦啦啦啦。先吃点东西吧。我先哄哄他，你先吃。吃不吃饭饭啊？
吃不吃？不吃饭我们就先唱歌好不好？好，我是麦霸的小行家，我知道。哎呀，唱的真好听。小什么？小候鸟？你看。我吃完了，给我吧，我来。好。来，去干爸那儿好不好？去干爸那这边。干妈把球先拿着。来吧。哎呀，真乖，小桃子。抱。要看这个吗？球球，给你。来，球球。抱好球球，你先吃吧。哎。这谁啊？就是嘿。周宇，我今天来有3件事想要告诉你。第一呢，我之前在你手下做事，确实有很多莽撞和不成熟的地方，在这儿我向你表达歉意，希望你能接受。都过去的事了。说得好，都过去的事儿了。第2件事就是之前的事，我一个女人都能放得下，你一个大男人怎么还放不下？是不是太没有格局了？你知道吗？之前林总进卫视，一开始是在新闻部，我和他有矛盾，后来他被踢出了新闻部，还跟我有关系。可是你看现在，第3件事情对你来说非常重要。我问你，你现在每个月收入多少？2万？3万？等你来了公司当大主播，收入肯定比你现在多。好啦，该说的我说完了，你考虑考虑吧。谢雅，我向你道个歉，对不起。哥，我现在知道你是有多么的辛苦了。小桃子哭得太厉害了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我这面试还得一会儿呢，你等我啊，然然，一定等我啊，辛苦你了。好的，我知道了，拜拜。好了，没事，小桃子，妈妈马上就回来了啊。哎呦，乖，不哭了啊，不哭了。来，给我抱，来到干爸这儿来。不哭了，好不好？不哭了。哎呦，不哭了。哎。